看好顧西城。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麼，別怪我對你不客氣。啊，进来一下。进。顾总，有什么吩咐？我记得我们集团曾经要收购一个品牌，叫阿令。啊，对的，阿令品牌是专门做国际奢侈品箱包的，但是由于他们提出的价格比咱们公司的预算高出了10%，所以呢，李理事他们不太赞同收购这个品牌。你打给他们的负责人，就说他们的价格我同意了。什么？顾总，他们提出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，理事们肯定不会同意的。要不您再考虑考虑？不用管他们的意见，我让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，出了事我負責。OK？ OK。妍希，你那工作啊真是好，时间悠闲吧，还能賺錢。我看你氣色都好多了呢。沒有，就是這份工作呢，休息的時間比較多。像這樣既輕鬆又能賺錢的活，換成我啊，我也一定去。哎，下次你們公司招人，一定要告訴我，我肯定去。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幹到哪天呢，說不定啊，哪天我就失業了。暫時的。我說呢，不過妍希，你得早點做打算哦。我心裡有數。你老實告訴我，你是不是被人包了？去你才被人包了呢！我說着玩的嘛，我還不知道你。你要是想啊，早被人包了，還用得到現在啊？哦，不過看你現在的氣色挺好的，是不是談戀愛啦？哇，不是吧？你真談戀愛啦？哎呦，沒有，我那根本就不可能。不可能？什麼不可能？他誰啊？哎，你告訴我，告訴我。別人的老公。妍希，你當人家小三啊？你小點聲行不行？我沒有當人家小三，只是說這個人對我特別的好。